文仔，今年12月教會計劃會去日本短宣，不如你都考慮參加啦。好啊，冇問題，我周身都張嚟，等我嚟幫下宣教士啦。文仔，今年12月教會計劃會去日本短宣，不如你都考慮參加啦。好啊，等我嚟啦，工場咁落後，等我帶啲好嘢俾佢哋先。係宣教工場要學識一切由工場角度去諗，要諗清楚到底咩先係宣教工場最需要嘅，千祈唔好以一個救世主嘅姿態出現，以為自己真係幫緊個工場啊！所以出發前對工場嘅了解係好重要，而最重要係要同宣教士配合，千祈唔好自把自為啊！短宣真係一個好寶貴嘅歷程。好多人去完短宣，生命都有成長同改變㗎。